咱伫遮三甲来共读上帝话。上帝话记伫个马太福音19章16节至30节。有一摆，有人来见耶稣，讲：老师，我应该做啥物好的代志，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呢？耶稣回答：你为啥物问我有关于好的事呢？只有一位是好的。如果你若要得到永远的活命，就应该遵守诫命。伊就问：啥物诫命呢？耶稣讲：毋通杀人，毋通奸淫，毋通偷窃，毋通做假的见证，爱友好父母，爱疼厝边，亲像疼家己一样。迄个青年人回答：这一切诫命我拢遵守了，阁要做啥物呢？耶稣讲：如果你要达到更较完全的地步，去卖掉你的所有的产业，将钱捐予善车人，你就会有财富积存伫天里，然后阁来跟缀我。迄个少年人一听见即个话，就由头到面离开了，因为伊非常的好业。因此，耶稣答伊的门徒讲：我实在甲恁讲，有一人要成做天国的子民是真困难哦。我阁甲恁讲，有钱的人要成做上帝国的子民，比骆驼穿过尖片阁较困难。门徒听见即个话，就真着惊，问：安尼讲来，有是谁会当得救呢？耶稣注目看因，讲：人是袂话，但是上帝万事拢话。这个时，彼得开喙讲：你看，阮已经放下一切来跟缀你了，阮将来要得到啥物呢？耶稣对因讲：我甲恁讲，伫将来的新时代内底，人子要坐伫伊荣耀宝座上的时阵，恁这个跟缀我的人，要坐伫12个宝座上来审判以色列12个支族。无论谁为着我的缘故，放下因的厝、兄弟姊妹、父母、囝儿，或者是田地的，拢要得到百倍的报酬，并且要得到永远的活命。但是有真济在头前的，要在后壁；在后壁的，要在头前。圣经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一世人的帮助。接着，咱来邀请咱的主讲者，就是董牧师。董牧师伊是咱蔡牧师的老师，伊今仔日要来分享的信息是天堂的门口跋一岛，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两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我今日早起会当代表玉山信学院来到咱上联教会，要来甲咱请安，嘛特别要来甲咱说道谢。因为上联教会是玉山信学院上界大的支持者。伫咱第一场的礼拜，特别开始以前，还有一个长老来甲我讲起差不多10年前的代志。10年前有一个风台，亲像咱即礼拜有经过2个风台。其实今年上16个风台内底上强的3个拢去拍着台湾。伫10几年前，原来有一个风台去拍着花莲，迄个风台叫做灵王，海灵王的灵王。迄个风台去拍着花莲，拍着玉山信学院。规个玉山信学院是外国兼市所，特别是男性宿舍厝顶叫飞起啦。当要开学无厝顶是要安怎住？迄个时阵就是咱上联教会正做玉山信学院的天使，派咱的兄弟甲长老去甲阮斗3工，甲阮的男性宿舍用甲真好势。这个代志，阮甲今仔日还阁咧讲。
也搁定定咧讲，上联教会来甲玉山新人做真侪代志，做真大的帮忙。所以过去上联教会是阮上界大支持者，现在还阁是，将来嘛期待咱教会会当继续来支持即间咱总会属下3间新学院的中间，唯一为着原住民来设立的新学院。玉山新学院其实毋是干那咱总会属下3间新学院唯一为着原住民来咧设立新学院，其实是伫全台湾的新学院的中间。全台湾新学院真济啦吼，因为有真济迄个世间的新学院毋知啥物教会新学院，伊都一个客厅都叫做一个新学院，迄种安尼拢总包括在内。玉山新学院是唯一专门为着原住民来设立的新学院。原住民伫今仔日个台湾社会中间相对抑阁是较弱势，所以阮会当得到的帮助其实非常的有限，所以要特别甲咱拜托，要特别甲咱上联教会的兄弟姊妹请求，咱做伙来关心即间玉山新学院，为着原住民第2代宣教来咧拍拼的即间新学院。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在甲咱讲起一个人。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少年人，圣经佫讲伊真有钱，所以用今仔日的话来讲，伊是人生的胜利组啦，人生的胜利组伊是一个少年，佫一个是一个好野人伊来找耶稣，毋是咧甲问讲世界经济大概会安怎，世界和平是要安怎，毋是咧问这个问题，伊甲问一个真大的问题，叫做永远活、永生啦。伊来找耶稣咧问这个问题，问了伊甲耶稣有对话，对话到最后，这个少年人讲由问就去，结果他会变做安尼生，伊倒来欢欢喜喜来甲耶稣对话，对话了应该有真济得着才对，他也是由问就去。这个人来到伫天堂的门口口，煞跋一倒，伊无入去。因为伊由问就去，所以咱要来看讲这个人伊到底是安怎由问就去？伊伫天堂门口口摔一倒烂咧。学生嘛真关心这个问题，所以学生甲耶稣问讲：活呾害呾，参这个倒跋一倒，若原要安怎？各位兄弟姊妹，咱来看今仔日的圣经，在耶稣安怎甲咱启示，咱要安怎伫天堂的门口口，毋通跋一倒。咱先来看这个跋一倒的。这个跋一倒这个故事记载伫马太第19章。这是耶稣已经准备对加利利要去到伫耶路撒冷，已经开始所以耶稣已经结束伫加利利的宣教耶路撒冷开始咧行。加利利甲耶路撒冷非常的无共款。加利利是耶稣的故乡啦，咱头拄吟诗讲吼，耶稣的故乡拿撒勒树木真青翠。坦白讲，我毋知遐到底有树木真青水毋是，因为照历史的研究，迄是一个真偏远的所在。照历史的研究，迄是一个鸟不生蛋的所在。照历史的研究，遐的人因为因真慢入来到伫以色列的领土的内面，所以因真晚才接触到律法。所以耶路撒冷遮的人其实是看加利利的人无起，看因是一寡无读过册、无受过训练的一寡野蛮民族。伫加利利这个所在，其实因真爽享，因真少的土地，阁有因的一个加利利海会当掠鱼。遮的企业差不多拢初创伫耶路撒冷，遮的好野人的手的中间。这个少年人嘛，真有可能伊就是头家之一啦。伊真有可能就是一个头家之一，所以圣经讲伊真有钱。当耶稣已经结束这个人所看无起的加利利，所以咱看到耶稣的救恩就是安尼说。人看加利利是无路用，人看加利利是毋免得到拯救，人看加利利是差不多毋免搁再用气力的所在。耶稣的福音对遐开始，耶稣的福音对遐开始。当耶稣完成加利利的宣告了后，伊开始耶路撒冷来行。所以这个少年人其实是咧代表耶路撒冷当时普遍的心灵的情形，所以毋是干那这个人拄到这个问题，耶路撒冷真侪人拄到这种的问题。因有圣殿伫遐，
因有代表王朝伫迄个所在因有天堂，差不多因到伫门口口，也毋过因伫天堂门口口摔一倒。咱来看即个少年人，到伫第21节，咱就看见伊去拄到最后的一支稻草啦，最后一根稻草。即支稻草就是耶稣甲伊挑战，讲你若爱做完全，就去卖你所有的来真济送向人，就有财宝伫天呢，搁来对我。耶稣甲挑战。若即句话咱拢会去想一个问题，讲这耶稣真讲起来嘛真严格吼其实坦白讲，耶稣甲人真酷刑的款，叫人所有拢总摕出来，后落代志这国家咧抽税都无抽遐悬的吼，透迄落安尼叫人拢总摕出来。其实重点毋是伫拢总摕出来，重点是耶稣咧甲考验，耶稣咧甲检验，因为真正这个少年人伊有讲一寡话，所以咱来看第二句话。第二句话是耶稣甲伊讲吼，因为这个少年人都来甲问嘛，问耶稣讲我要安怎得到永远活？耶稣甲讲吼，无得杀死人，无得行奸淫，无得偷窃，无得染衫做奸情，着敬你的父母，着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头前是10诫，后壁是新的诫命，所以耶稣讲的是旧约的律法，正的是这个少年人伊拢总听过，然后这个少年人就甲耶稣讲一句话，第20节讲吼，食的我拢有收益，还佫欠什么？食的我拢有收益，还佫欠什么？所以耶稣才用这句话讲，你着将所有拢来捐献互这送向人，安尼你就有财宝积住伫天里。耶稣用这句话来检验，你讲这话是真正假？你讲这话是真正假？我咧甲你讲10诫，这你讲我拢有遵守了，真正假？其实是假，表示讲这个送向人其实因为伊的家庭背景的缘故，因为伊家己认真拍拼所得到的成就的缘故，这是一个真骄傲的少年人，真骄傲的少年人。这个少年人有可能认为讲我逐项拢遵守了其实无所以伊无法度经过耶稣的检验。嘛有可能这个少年人认为讲我遵守安尼已经有够我遵守安尼已经有够我都已经80分已经无问题毋过对耶稣来看，你若要得到完全，若安尼生80分还佫无够，你要甲90分所以咱讲80分有够，耶稣讲90分有够，兄弟姊妹，上讲的准算，啥物人讲的准算？所以咱到天堂的门口口的时阵，毋通跋一倒。然后咱要看第一句话，因为问题其实出伫第一句话。这个第一句话是这个少年人来找耶稣的时阵，伊甲讲我着惊什么好，通得到永活。然后耶稣甲回答讲你怎样提起好来问我？好的是这个。这句话有什么问题？这句话有什么问题？这句话就是这个少年人甲耶稣问讲我着惊什么好？这个好会当得到永远活。耶稣甲讲你毋通黑白用这个字，这个好，因为好的敢若一个就是上帝。意思就是讲，这个少年人伊真骄傲，来到伫耶稣面头前，伊的意思就是讲，我敢若亲像上帝啦，我敢若亲像上帝，我逐项拢做了，我就是迄个好。所以请你甲我讲，要安怎得到永远活？甚至你嘛会当甲我讲，我就是上帝，我就是永远活。你耶稣若要得永远活，你来甲我听。这个少年人是冲动到这种地步，骄傲到这种地步，所以耶稣一关一关甲试验，最后这个少年人跋倒。这个少年人本来有真好的条件，会当来到天堂的门口口，毋过伊煞摔一倒。然后咱来看第二种人，这个第二种人是学生所以当这个少年人出代志，伊伫天堂的门口口摔一倒了后这个学生就惊一条所以圣经讲学生听了大戆硬这学生有惊到啦这学生有惊到所以表示讲这学生大概加减甲这个少年人小可有成的款，因为这个学生内底有一寡原古早大概是好野人，
因为当耶稣咧警告这学生的时阵，圣经捌讲，这个有一寡学生是离开伊的老爸、甲伊的请工、甲伊的渔船，表示讲吼，这个学生因兜吼开渔船公司啦。这开渔船公司吼，我知影咱蔡牧师当来咱教会上任的时阵，讲咱毋通做一只豪华游轮，咱都要做一只渔船有无？这渔船都是耶稣的学生专门的吼，因应该是有人因兜开渔船公司，所以咱看耶稣改成坐渔船真方便，改成哪里叫计程车咧，一直都有的款。这学生因兜开的，所以学生手机卡咧，渔船就来，比计程车更较方便。所以学生中间其实有一寡原来毋是真爽向，也就是讲因原来中上阶级，甲这个少年人不知受伤，所以当伊听到讲哇这个袂当入天堂，这个跋一倒原要安怎伊所惊到呢？兄弟姊妹，有当时惊到是好代志，哪有当时咱的天路安尼行真顺遂。咱一世人热心伫上联教会，伫遮敬拜阿老，伫遮咧服侍。有当时甚至咱的爸爸妈妈迄代已经是信徒，甚至阿公迄代都已经是信徒。咱行到今仔日，好亲像拢无啥物问题迄款。那安尼说，有当时去吓惊着袂到歹，所以吼，这学生煞吓惊着，惊一条讲哇，等下过来变咯。讲若是安尼，就治罪会得到救啊。所以表示讲，这学生吼，因还阁真要紧这个得救的问题。因对耶稣其实嘛是为着这个得救的问题，这是因行一条的所在，嘛是因可贵的所在。因还阁有咧思考这个得救的问题。其实是真侪教会中间，真侪信徒来教会，因已经早都无咧想这个得救的问题。因咧想的是伫教会，因要得到甚物款的关怀。因期待是伫教会，因会当得到甚物款的名声；伫教会，因会当得到甚物款的尊重，互因来教会会当亲像伫社交场合迄一样。真侪人来教会的目的是安尼生，毋过这个学生以后阁有咧想得救的问题。兄弟姊妹，咱来教会，咱的目的伫倒位？咱来教会，咱的目的伫倒位？咱若伫一只豪华游轮的顶面，咱的目的是甚物？毋过牧师甲咱讲，咱是一只渔船啊。咱的目的是甚物？咱若无掠着鱼，咱若无得着救，咱若无将这个得救的福音分互人，特别分互迄个弱势团体的时阵，若安尼生，咱来教会，敢抑阁有甚物款的价值？学生有惊一条，毋知咱有惊一条无？学生佫开始去咧想得救的问题。兄弟姊妹，咱嘛爱来想得救的问题。然后耶稣甲回答一句话，讲：在地人是袂话，在地上帝万事拢为。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吼，在地人是袂话啦，意思就是讲，你若用人的看法来看这个代志，这无法度。这个少年人，伊就是用人的看法。遮的10届新的改变，这我拢收了啦。简单吼，我来教会遮久，我是一个真虔诚的人，遮我拢总收了。用人的角度来看，咱若用人的角度来看的时阵，咱就无可能，真做一只渔船，咱就无可能真做是一只咧掠鱼的一个渔船，咱结果会当变做是豪华游轮，大家拢在顶面咧消费，安尼生那尔，然后嫌东嫌西，咱敢会当安尼生那尔？总是如果咱若会当卖用人的方法，是在伫上帝万事拢为。咱若用上帝的方法，咱若用上帝角度来看咱的教会，咱若用上帝角度来看宣教的时阵，那安尼生就万事拢为。所以这个譬如，其实你甲人讲起一个真要紧的代志，毋通干那用人的角度来看教会那尔，咱来用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个代志，特别爱来用上帝角度来看拯救的问题，安尼咱才得会到。所以兄弟姊妹，咱都爱认真拍拼这个代志。咱来到伫天堂的门口，毋通跋一倒，会当顺利，甲咱的兄弟姊妹，甲咱的牧师团，甲咱的牧师做伙到伫天堂的内底。今仔日伫台湾有一群人
因嘛是来到伫天堂的门骹口，不过因跋一倒，因真正跋一倒，因即马跋倒伫迄个所在，要等咱相连教会兄弟姊妹甲因牵起来，这个就是原住民，这个就是原住民。我讲因已经来到伫天堂的门骹口，煞跋一倒，就是因为咱伫第一世代的原住民的宣告中间，也就是伫30年、20-30年以前原住民的宣告中间，伫迄个第一个世代的原住民宣告中间，咱甲称呼做20世纪台湾宣告的奇迹。因为当咱外国宣教师甲咱牧者、咱的同工的长辈入去到部落甲因传福音的时阵，得到真好的效果，所以真侪人信主，有诶甚至是规庄当中信主，参头目倒来。所以因真正是来到伫天堂的门骹口。不过，今仔日已经对第一个世代来到伫第二个世代，因煞跋一倒。在这第二个世代中间，就是这个原住民开始对部落行往都市，亲像咱本地人古早嘛，真侪人对下港来到台北。我想咱兄弟姊妹中间有一寡本来就是台北人，毋过我相信咱有人是对南部来。爸爸妈妈对南部来，阿公阿嬷可能是对南部来，所以咱嘛是经过这种对下港、对庄脚来到伫这都市这种移民，咱嘛是捌经过这种的代志。所以今仔日的原住民开始咧往都市来行。照咱总会的统计，已经有50%的原住民已经来到伫都市。我相信讲，咱伫台北遮应该会当看到真侪原住民，有可能咱的同学，有可能咱的同事，有可能咱的厝边，有可能咱也出去百货公司，咱伫街路咧行，咱会拄到原住民。遮个原住民，因是真好的人。我捌伫一遍募款中间拄到一个执事，伊甲我讲，伊本来做特勤，咱知影特勤就是咧保护即种大官虎的即种特勤。伊讲吼。即种大官虎，若咧经即种特勤吼，因爱经两种人，一种是金门人，一种是原住民。因讲即两种人是上尽重，必要的时阵吼，伊会替你当枪支啦。所以吼，这大官虎真爱即两种人。原住民就是真尽忠、真有义气的人。咱若甲伊斗相共，伊会当成做咱真好的朋友。总是咱若无甲斗相共的时阵，乌道咧等因。乌道若甲因吸收去的时阵，因嘛会成做乌道真尽忠的一份子。所以第二个世代的原住民宣教士，因已经来到伫都市，已经伫咱的身躯边的缘故，所以因好也是毋好，已经甲咱有关系。第一个世代的宣教，甲咱较无甲赫尔正直接的关系，因为除非你入去到部落，无你就看因袂着。原住民甲咱较无赫尔正密切的关系，毋过第二个世代是因来到伫咱的身躯边，所以咱会当选择咱爱因成做咱上好朋友，也是咱要选择伊成做一个无定时的炸弹，伫乌道迄边成做咱的一个危险，咱会当选择这个代志。所以因为原住民开始都市来咧行的缘故，咱必须看这个问题。这个原住民因来到伫都市。普遍适应无好，因为因伫部落的所在所受到的资源不止有限，特别教育。我的牧师娘，伊嘛是一个牧师，伊捌伫中华的都市原住民教会服侍9年外，真侪囡仔对部落落来，到国校4、5年、3、4年，因还阁袂晓九九乘法，无模糊还阁袂好势。所以因落来到伫都市去学校读册，因无法度读册，因若出社会了，因结果敢若会当做搬运的工人、建筑甲白铁筋迄种的工人，敢若会当去共扫土骹即种的，总是因目睭所看到是繁华的社会，这个繁华的社会，因看会着食袂着，咱就知影因的心情。所以，这个原住民来到伫都市的所在，普遍因的适应无好。所以，即马第二世代的原住民宣教是爱伫都市的所在帮助这个原住民，互因会当适应更较好势。然后，还阁有一半的原住民还阁伫部落，这个原住民甲咱的本地人的庄脚其实真相像，大概拢是老人甲囡仔。
老人会留伫部落，毋过囡仔将来原来会来到伫都市的所在。所以，这原住民的牧师必须栽培因的少年人，趁还阁伫阮的身躯边的时阵，甲栽培要好。第一，信仰爱栽培要好，互伊一世人住伫耶和华的厝。然后第二部分，爱甲因的人生的价值观，甲因栽培要好势，互因入去到都市了，知影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钱真有价值啦。总是钱以外，还阁有足侪物件嘛，真有价值。第三，更较重要的是，因的生活技能爱甲因栽培要好势。啊，那囡仔就是互因读册读较好势啦。读册读较好势了后，即马入来到都市，你要阁读国校，你要读国中，你要读高中，你要读大学，你对人会着，甲人有竞争力。啊，那安尼说，将来伊出社会时阵，伊就会当甲咱相像啊，因会当有一个较好的工作。安尼因都有自信，因若有自信，因会当成做咱上介好的朋友。所以这是第二世代原住民宣告一个重点的事工。玉山新人院都是开始咧做这个代志。所以玉山新人院即马咧栽培学生，已经大部分才会要做牧师的学生，已经大部分是对部落出来，毋过因伫外口读过一般的大学。然后因即马来读玉山新学院，所以因有部落、有原住民因的认同，阁有都市的经验，甲伫都市甲咱本地人做伙迄种的技能，因有。啊，遮的学生来到伫新学院的所在，栽培若好势，将来因会当转去部落，伊嘛会当去都市，因会当引带遮的原住民的信徒，啊会当帮助因做上介好的适应。不过，这学生来到伫学校读册，因有拄到一个经济上的问题，就是这学生因去读大学的时阵，因为原住民真正是真无钱。啊，这原住民的学生因去大学读册啊无钱，无钱要安怎贷款，甲政府贷款。啊，这政府贷款了后，因即马开始，因即马毕业了，来读玉山新学院。因为玉山新学院也未立案啦。所以，伊也毋是教育部立案的学校的时阵，也就是讲，遮个学生当伊大学毕业来读玉山新学院的时，因爱开始还贷款，因爱开始还贷款。啊，玉山新学院本身哦，爱去纳学费，啊，伊嘛都需要生活费。啊，所以真侪学生因爱去拍工，甚至寒暑假啊，真侪查甫囡仔，因是对放假的第一日到开学的进前一日，因伫工地咧帮人。更铁筋，因为迄种的工课虽然真辛苦，毋过加真侪钱啦，加真侪钱。啊，因寒暑假有时间就是去拍工，啊，这拍工的钱，敢若会当摕来还大学的助学贷款，敢若会当还安尼尔。啊，因搁去工读，啊，然后因会去教会实习，啊有实习金，迄个诚做因的生活费。啊，学费要安怎？学费要安怎？啊，所以新学院的学生，玉山新学院差不多拢总130个学生内底，有最少一半以上，因的学费是用分期付款，分期付款啦。啊，就入去啊，阮做导师都是爱帮因签，看你要按你一个月要还偌济。啊，坦白讲，因差不多无法度还。啊，所以阮咧开牧育委员会时阵，定定就是一张表出来，哦，你看还佫有学生啥物人，因还佫剩偌济学费还未缴了吼，啊，请导师关心，啊，要安怎关心啦？啊，都无钱嘛，啊，无就导师帮因出，啊，逐年拢过来呢，你要安怎帮因出？啊，因就是安尼说。不过玉山新学院一项好，就是院长伊认为讲学生若无够优秀，信用无好，品行无好。功课无够，安尼你袂使做牧师。总是玉山新学院期待，无任何一个学生是因为无钱，啊，你袂使做牧师。阮期待无任何即种代志的发生，所以即种学生，阮继续互伊读，啊，总是学校的担都变真重，学校的担都变真重。所以，即马伫玉山新学院的中间，都是真侪即种的学生。啊，这个学生坦白讲真古锥，因为我嘛捌伫另外一间新学院教过。啊，我咧比较即两间的新学院的学生，玉山新学院的学生会聪明无输，认真超过，因的认真甚至超过。啊，因佫真有使命感。捌有一遍，啊，我透早6点半到我的牧师娘去运动啦，因为阮伫礼堂的边啊，迄是一个运动真好的所在。
运动6点半回来，拄到一对双生的姊妹啊，我甲问讲，你透早安尼吼，6点半你是要买对啦？讲我要来去灵修，两个姊妹透早6点半招咧，带咧讲因要去灵修啦。你看这个囡仔，这种的囡仔有价值，咱该斗栽培啊无？顶学期注册的时阵，有2个学生来讲伊爱休学，我想来休学都无钱。其中一个学生我知影讲，伊是因迄个家族无私的继承人啦，也就是讲，伊若无来读神学，伊转去是做巫婆啦，去做巫师，迄种的安尼说，伊来讲伊无钱通注册。院长互伊奖学金，伊目屎水流落来讲吼，我就是要做牧师，我就是要读神学院，我知影我无钱，毋过我相信上帝一定派天使。甲我斗相共，各位兄弟姊妹，玉山神学院真济即种，我都是要做牧师。我知影我无钱，我知影上帝一定找天使来甲我斗相共。玉山神学院足济即种的学生，兄弟姊妹，咱来甲伊斗帮忙敢好？咱来甲伊斗帮忙敢好？咱若是帮忙玉山神学院，就是会当栽培上介好的原住民的牧师，将来毋管伫部落，毋管伫都市，会当照顾这个原住民的兄弟姊妹，互因会当伫都市正做咱本地人上介好的朋友。当要做这代志以前，我要倒转来认真做这代志以前，我来大先完成一项真要紧的代志，就是我来甲阮的综合大楼起好势啦。今年是阮神学院玉山神学院70周年，伫50周年的时阵，阮有准备要起一栋综合大楼，因真正无啥物厝，迄个起无起来。最近5年来，阮阁起第2间，阮即间起得要好因70年来竟然无礼拜堂通好做礼拜，嘛无礼拜堂通好毕业典礼啦。所以去年是第一遍，因会当伫室内举行毕业典礼呢。较早因的教室都是3间教，因的礼拜堂是3间教室拍笼统，用学生咧上课迄种椅仔咧做礼拜，所以迄种的所在无法度做毕业典礼啦。你要安怎起来领奖？迄当坐咧都爬袂起来，爬起来，要搁坐咧都毋知要安怎坐。迄种所在袂当毕业典礼，所以因的毕业典礼是伫室外啦。咱知影华联吼，台湾热天都真熬落雨嘛，华联搁较熬落雨，所以大埔边逐个澹雨咯。我甲学生问讲，澹雨都毋正艰苦，讲无要紧啊，反正若无落雨嘛是澹的啦，都迄种流汗都伫外口嘛是规身躯澹雨咯，都对外口澹倒入来，是对内底澹倒出去，然后差无偌济啦。你看，参一个毕业典礼，因都无所在，所以因需要去综合大楼，因需要去综合大楼。这栋综合大楼，阮差不多对5年前开始起，阮第1期已经叫做完工。阮已经有负责1亿2千万，第1期阮已经负责1亿2千万，阮起无了啦，起无了，爱紧甲结束起来，因为有一寡代志，阮爱甲结束起来，起无了，所以阮即马爱进行第2期的工程，这第2期的工程，就是要甲起好了，第1期的工程中间有一寡需要补强、需要改善的，阮爱甲用好势，这个第2期的工程，阮建筑师已经帮阮画图画甲差不多准备要估价，所以阮还阁毋知影详细到底偌济钱。不过阮大约甲伊估，大概爱新台票差不多3500万至4000万。这个代志阮一定要紧甲做好，最少伫1年内、2年内，阮一定要甲起好，无即栋大楼起袂起来。即栋大楼已经拖太久。嘛已经渐咧旧，特别即个用无好势了后，大概落雨，像即个风台之外，阮爱伫阮的门用插板甲钉起来，阮有一只楼梯室外，因为都无厝顶咧，阮都爱用布棚去甲安咧安尼生。迄个新的厝咧旧足紧，漏水你若用无好势的时阵，一寡电路电器规拢歹了了，所以第2期工程已经爱紧甲做好。这个工程做好，福玉山神学院较紧倒转来。正常的神学教育的时间，因为阮真重要的时间，就是第2世代的原住民的宣教，所以特别要来甲咱少年教会兄弟姊妹甲咱拜托，那会当请咱来甲阮斗相共，阮的第2期的工程，阮的第2期的工程，互阮较紧甲第2期的工程做好，互阮甲规栋大楼做起来，
荣光上帝的名，因为真侪人咧看即栋大楼起袂起来，真侪人咧看玉山信人伊倒，遮的人拢无去想到讲，这其实是上帝的时间，这是上帝的时间，这毋是原住民的时间呢，这毋是玉山信人的时间呢，这是上帝的时间。有人要看伊倒，兄弟姊妹，毋通互倒，毋通互倒。这是上帝的厝，这是上帝的殿，这是上帝的时间。拜托咱相连教会兄弟姊妹，特别来甲玉山信人斗三工，这个第二期的建筑工程，咱也会当拜托咱伸手，咱也会当拜托咱做伙来关心。佫上界特别拜托咱为玉山信人院或者事工来祈祷，因为信人院就是一间教会，教会靠祈祷。在地人是袂为在地上帝万项都会用人的眼光来看，无可能啦。原住民头可能去到一间，毋过上帝讲要互去，就是要互去。请恁来做玉山信人院的天使，来甲阮斗三工完成即间的大楼，然后斗三工，互阮来服侍这原住民的兄弟姊妹，来进行第二世代原住民的宣教。咱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的恩典，为着你的福音，为着你的上帝国，你起造阮相连教会，诚做台湾教会中间一间指标性的教会，互阮相连教会伫久久以来，诚做济教会学习的对象。你嘛赏赐阮济的兄弟姊妹，你赏赐阮济的事业体，互阮伫宣教，互阮伫社会福利的中间做济好的工。主，我嘛感谢你赏赐阮济同工。阮有牧师的团队，阮阁感谢你赏赐阮新的主任牧师。但求你的恩典继续看顾阮正同工，看顾阮的牧师团队，看顾阮的相连教会，互阮会当成做一代鱼船，来掠鱼，来报答主你拯救阮的恩典。主嘛感谢你为着原住民的宣教设立玉山信人院。当伫玉山信人院上界需要的时，求你施恩，求你看顾。求你栽培，主愿将教会、将信人院拢交托伫主你的手手，求你施恩赐福。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